2013年3月20號喺美國紐約邦漢斯拍賣公司正在拍賣一批與西安事變有關嘅秘密文件。呢一批文件嘅主人係一個名叫海南里昂嘅美國人。呢一批文件點會喺近1個世紀之後漂洋過海到咗一個名不見經傳嘅美國人手裏面呢？1934年，26歲嘅里昂追隨愛慕已久嘅荷里活明星克萊爾從美國嚟到中國。喺嚟中國之前，佢喺荷里活做過特技演員、賽車手，亦做過飛機駕駛員，仲擔任過專業飛機維修師。佢仲係一個擁有專業水平嘅攝影師。冇幾耐，克萊爾返到美國，里昂卻留咗喺中國，因為佢意外咁接到咗張學良機師嘅邀請，讓佢去組裝張學良新購買嘅飛機。里昂好出色咁完成咗任務，並且因此結識咗張學良，成為張嘅私人飛機駕駛員、飛機師兼保鏢。西安事變期間，佢同另外幾名飛行員負責來回接送參加會談嘅人員。西安事變冇幾耐，張學良委託里昂擔任趙一迪同幼子嘅貼身侍衛。趙一迪原名趙以霞，人稱趙四小姐。父親趙慶華係原中華民國鐵路局局長，佢受過良好嘅教育，又生得明眸皓齒。喺天津賽公館嘅一個舞會上，趙一迪同風流倜儻嘅張學良對上咗眼，之後以張學良秘書嘅身份陪伴喺張學良嘅身邊。張學良被軟禁3年之後，佢千里迢迢趕到張學良身邊，一直陪伴佢喺軟禁中生活咗70年。1964年，張學良終於寫信俾原配于鳳至，了結咗佢哋之間嘅關係，與趙四小姐正式結婚。張學良被軟禁後，里昂協助趙一迪母子處理家務，並駕駛飛機，帶佢哋四處為張學良奔走。813淞滬會戰後，里昂陪同趙一迪母子從上海到香港，喺嗰度度過咗3年。喺中國嘅7年中，里昂拍攝咗1萬多張照片，給家人寫咗大量嘅書信，介紹喺中國睇到嘅情況，並收集咗好多簡報。呢一啲照片同資料都成為嗰一段歷史，尤其係西安事變十分珍貴嘅歷史見證。1941年12月7號，日本偷襲珍珠港，里昂就此離開中國。佢帶住裝載個人文件同相片嘅6個大行李箱，以及受趙一迪所託儲存私密物件嘅保險櫃，返到去洛杉磯。而張學良保存嘅關於西安事變嘅秘密文件就在其中。1973年，里昂去世，嗰啲重要嘅歷史資料由佢嘅家人保存，直到2013年，佢哋委託紐約邦漢斯拍賣公司拍賣。喺拍賣會上，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按正常程序出價10幾萬美元，想要買下呢一批文件。但係中共聽到拍賣嘅消息之後，由西安文管所出面以270萬美元嘅高價買下咗呢一批文件。中共點解如此急迫咁要買斷呢一批文件呢？2014年2月，海外網站中覽中國曝光咗呢一啲西安事變嘅原始史料。喺美國拍賣嘅第一封密函顯示，西安事變之前半年多，毛澤東同彭德懷聯名寫信俾張學良，表示要撤退前線嘅紅軍，正式提出要與張學良聯合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呢一個就係拍賣會中嘅一封密件。拍賣會第2封密函由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代名，日期係1936年8月，共有6頁。最後一頁係眾多國共領導人嘅聯絡假名同一啲暗號。僅僅第1頁嘅若干意見就提出咗如何奪取蘭州、出兵綏遠、進佔金梁肅取寧夏、控制陝甘寧交界處嘅黃河東岸，通過已經安排好嘅新疆配合，最後打通蘇聯嘅具體用兵計劃。呢一個計劃從目的到具體措施都與抗日毫無關係。佢旨在全力打擊以蔣介石為首嘅國民政府嘅抗日力量，從而有利於蘇聯同日本。第3份引人注目嘅文件係一份毛澤東已經簽名，張學良仲未嚟得切簽名嘅協議，有8條
其中第一條嘅頭兩項係建立聯合戰線，第三項就係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亦即係話佢哋聯合嘅目標係推翻中華民國。張學良明明備受蔣介石關照，點解要跟中共聯手呢？張學良係含住金湯匙出世嘅公子哥，佢嘅父親奉係軍閥張作霖，係東北舉足輕重嘅人物，人稱東北王。因此，年輕時嘅張學良沉溺於酒色鴉片，從不愛讀書，肚子裏亦都冇多少火。19歲嘅時候，佢從父親舉辦嘅講武堂軍校畢業，獲得第1名嘅成績。父親於是俾咗佢一個旅嘅兵力，讓佢指揮。半年後，又送咗俾佢陸軍少將嘅軍銜。皇姑屯事件後，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張學良繼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為少帥，統轄東三省。嗰一年佢27歲。當時嘅東北內憂外患，入邊有日本關東軍嘅逼迫，北邊又有蘇聯虎視眈眈。張學良繼任之後，日子並唔好過。好快，佢東北易幟，宣布服從蔣介石治下嘅南京國民政府。張學良被蔣介石任命為陸海空軍副司令、東北邊防司令長官。但係張學良莽撞行事，1929年貿然同蘇聯喺中東鐵路上叫板，取消蘇聯喺東北嘅特權，致使蘇聯向東北進攻，東北軍損失慘重，狼狽求和。此戰激發咗日本少壯派軍人蠶食東北嘅野心，最終釀成918事變。1931年918事變，日軍喺短短3個月內佔領咗東北。1990年12月9號，張學良喺台灣被軟禁幾十年之後，首次接受記者採訪嘅時候，佢係咁樣解釋噶：當時嘅中央唔係蔣總統，係孫科。當時中央給我嘅指示係相應處理，不抵抗嘅命令係我下嘅，我承認嗰時判斷錯誤。我下令唔抵抗係為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除咗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仲有一個唔願意直說嘅原因，嗰個就係東北軍，不論係喺武器裝備抑或精神素質上，根本就唔係日本關東軍嘅對手。如果抵抗就係全軍覆沒。但係中共喺教科書裏面將唔抵抗嘅帽子扣咗喺蔣介石頭上，以彰顯後來中共發動西安政變嘅合理性同佢喺抗戰中嘅巨大作用。嗰時蔣介石認為共產黨先至係禍害中華嘅心腹之患，為咗集中精力抗日，1931年蔣制定咗攘外必先安內嘅方針，並發動咗對中共嘅5次圍剿。中共紅軍喺國民黨嘅第5次圍剿中受到致命打擊而被逼逃亡，喺經歷長征後喺陝北重新建立咗根據地。但張學良不但冇反思918事變，仲對蔣介石提出嘅攘外必先安內嘅政策好唔滿意。佢好想盡快擺脫不抵抗將軍嘅罵名。當時蔣介石下令張學良圍剿陝北紅軍，但係幾個月落嚟，張學良喺剿匪方面毫無進展。蔣介石先係惱怒，繼而開始懷疑張學良嘅忠誠。因為陝北紅軍不足2萬人，而張學良楊虎城嘅西北軍加起嚟有33萬人。到抗戰結束，中共軍隊徒增到120萬人，中共有冇抗日係一清二楚噶。張蓉喺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披露，早喺1936年1月20號，張學良即與中共首次秘密會談。毛澤東樂於利用張反蔣，並且取代蔣介石，好從幕後操縱，故指使李克龍答應張學良支持佢取代蔣介石。4月9號，張學良駕駛飛機抵達延安會見周恩來。有好多資料表明，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已經提出加入中共，或者已經成為中共秘密黨員。中共策劃129學生運動嘅領導人宋黎同劉鼎嘅回憶錄中話，張學良加入咗中共，宋黎就係介紹人。中共統戰部長嚴明復披露，葉劍英生前曾經對宋黎有過交代，肯定張學良就係中共黨員。中共將領呂正操亦多次對人話，周恩來生前唔止一次話俾佢聽，張學良係中共黨員。
1936年10月，蔣介石突然親自率領部隊大力剿共，並且又喺綏西戰役中大敗日軍，令到國軍抗日士氣大振。12月，蔣介石飛抵西安，親自領軍剿共，同時亦都係測試張學良部隊嘅忠誠。1936年12月12號，喺中共嘅幕後推動策劃下，張學良同楊虎城喺西安發動咗武裝軍事政變，即係西安事變，將前嚟督戰嘅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維持派67名警衛全部被殺，目的係促使蔣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喺西安事變發生當日，毛澤東喺俾斯大林嘅電報中話：西安事變係根據張、楊、共三國聯盟抗日反蔣嘅協定而發生㗎。毛澤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然而出乎意料嘅係，西安事變之後，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同譴責之聲，更令張楊意外嘅係蘇聯嘅反應。擔心同時將面臨東西線作戰嘅斯大林喺西安事變後，立即親自以電命令毛澤東絕不容許殺蔣。而且斯大林同共產國際要求蔣介石繼續領導中國抗日。斯大林好清楚，張學良同共產黨都無力領導抗日，失去蔣介石，日本嘅下一個目標就係蘇聯。因此，蘇共喺真理報、消息報上強烈譴責西安事變，痛斥張學良係日本帝國主義走狗，找蔣係適應日本嘅要求。蔣介石後來回憶話，直至第3日，張學良先至吞吞吐吐、半勸半求咁講出佢哋共同開出嘅8項條件，話只要蔣簽一個字，立即親自送佢返去南京。蔣介石回答話，絕無商討餘地。張學良遲遲唔放人。12月16號，南京政府向張學良宣戰，戰機飛赴西安，轟炸張學良嘅東北軍。張學良心亂如麻、驚慌失措咁向蔣介石報告，中央空軍開始轟炸渭南、華縣等地要塞。蔣介石已經做好捨身成仁嘅準備。張學良唔理解，既然領導革命唔係就要成功咩？何必成仁呢？話委員長思想太古太舊。蔣介石反問佢係唔係覺得馬克思嘅《資本論》同共產主義嘅書籍先至係新呢？繼而再問佢是否讀過孫中山總理嘅演講，關於軍人嘅精神教育。孫總理講過2句說話：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張話冇聽過，亦都唔明白。蔣介石嘆道：身為軍人卻唔知道軍人精神，難怪思想會錯得離譜。就同佢講解其中嘅含義。佢話落入險境，對國家民族存亡置若罔聞，只顧自己苟且偷生，或者遇到危險情況就心生膽怯，使軍人人格掃地，國家怎麼能夠幸免於難？呢一個唔係就係我生則國死咩？如果心中有正氣、有正義，即使犧牲自己，亦要保存高尚嘅人格，咁佢嘅精神就永遠唔死，會激勵無數嘅後人秉持正氣，擔當國事。呢一個就係我死則國生。12月20號，宋美齡委託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同張學良談判。到咗西安，宋子文同蔣介石見面，蔣話俾佢聽，決唔跟張、楊談判。美國記者斯諾後來話，宋慶齡曾經同佢講，西安事變以後，佢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好兇嘅電報俾毛澤東，內容係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但毛一直扣押住電報內容。20號同一日，莫斯科再次給毛澤東發電報話，重申必須和解爭議。毛澤東本來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迫於蘇聯嘅壓力，咁樣先至將電報轉俾周恩來，要求佢幫助恢復蔣嘅自由。周恩來一方面試圖說服張、楊，又面見蔣介石，對佢動之以天倫之情，一再保證能夠將被扣留喺蘇聯嘅蔣經國弄回國，讓佢父子團聚。蔣介石指定宋子文同宋美齡作為代表同中共面談，最終蔣介石接受6項協議，包括停戰、停止剿共、將紅軍改編後納入國民革命軍，喺蔣委員長統帥下準備抗日等等。
蔣介石承諾回南京後分條逐步實施相定嘅條件，但佢唔會簽署任何文件。張學良知道大勢已去，自己嘅唯一出路就係全力保護蔣介石，將功折罪。而且喺扣押蔣介石期間，張學良偷睇咗蔣嘅隨身日記。蔣介石喺日記中每日都以說辭嚟警示自己，並制定咗長期細緻嘅抗日規劃，包括修訂陸軍法典、購進先進武器、擴充陸軍空軍、建立兵工廠等。睇到說辭兩個字，張學良心覺羞愧汗顏。12月25號聖誕節呢一日，蔣介石喺夫人宋美齡同張學良陪同下，由4架軍機護航，從西安飛抵洛陽。26號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中央黨政軍大員們悉數出動喺機場迎候。南京城炮竹震天，萬人空巷，老百姓守候喺大街兩旁迎候蔣介石歸來。張學良送蔣回到南京後，一直被囚禁軟禁，後來隨蔣到咗台灣，90年代喺美國定居，2001年去世。喺佢有生之年，無論大陸點樣盛情邀請，佢都再不曾回到故土。1991年，張學良到美國接受美媒採訪嘅時候，解釋咗佢當年為何決定送蔣介石離開西安，並且接受懲罰。佢話嗰個係叛變，我不得不負起責任。張學良喺90壽宴上亦懺悔話，對於國家人民，我毫無建樹，係一個罪人。西安軍事叛變嘅直接後果係使中共獲得咗喘息時間，並逐漸壯大，而且使國民黨8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2星期至多1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毀於一旦。此外，西安事變使日本軍閥提前咗全面侵華戰爭嘅時間表。西安事變後，中共華北局又一手策劃導演咗77盧溝橋事變。蔣介石被迫提前向日本全面宣戰。張學良雖然後來醒悟，自認國民政府棄掉大陸係因佢而起，佢先至有自釀成巨禍，百身莫屬。中國今日之浩劫，不識禍延何日之虞。佢嘅四弟張學思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受中共派遣到東北軍67軍特務大隊做兵運工作。中共刪改政後，張學思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受到過毛澤東嘅接見，文革時被迫害致死。臨死前，佢憤然寫下咗惡魔纏身4個大字。佢到死先至明白，自己所遭遇嘅一切，都係因為中共呢一個惡魔上身所致。可惜佢同佢嘅哥哥張學良嘅悔悟都太遲啦。